要數最偉大樂隊，可能有好多隊，但如果要數最危險嘅樂隊，就非 Guns N' Roses 莫屬。1985年 ，Guns N' Roses 喺洛杉磯組成，喺80年代尾90年代頭享負盛名，以重金屬音樂同 hard rock 為主，獨一無二嘅風格入面仲融合咗搖滾、藍調、punk 同其他唔同風格嘅音樂，令到 Guns N' Roses 有世界搖滾巨星嘅地位。但係1987年開始，基本上上新聞多過上舞台。最著名嘅事件一定係1991年嘅聖路易士群眾暴動。喺聖路易士嘅演出入面，主音 Axl Rose 發現有歌迷偷拍，佢要求警衛收走攝影機，但冇警衛行動，於是佢就跳落台，直接捉住偷拍嘅歌迷。翻到台上，佢宣布終止演唱會，然後掟咪頭也不回咁走咗。成班觀眾又冇歌聽，又冇回水，就嬲到打爛晒舞台上嘅設備，最後失控演變成暴動事件。世界上最危險樂團嘅稱號，Guns N' Roses當之無愧。